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有冇試過睇完一條 YouTube 片，覺得嘥咗人生寶貴嘅十幾二十分鐘？喺 YouTube 嘅世界，濫竽充數嘅 YouTuber 真係多到嚇親人。有啲專做標題黨，有啲就自稱專業人士，話自己有啲咩學歷，講到天花龍鳳，結果係吹水唔抹嘴，甚至自己講嘅嘢都錯漏百出。喺呢條片，我會講一個 YouTuber，睇下佢係真心有料，抑或係裝假狗。記得睇晒成條片，仲要 CLSS，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支持下。好，開始啦。作為擁有超過96000十龜嘅 YouTuber，唉，學壞晒添，唔係 YouTuber，亦唔係 YouTuber，爬乜鬼啫？聽下正確讀音啦。YouTube。斯巴學識讀未？唔好再錯啦，好醜怪噶嘛？點解？佢話佢自己係碩士生，又話係專業。sorry，我有時都係鄉音未改，應該係專業工程師。佢老婆師媽係專業會計師。佢自己話嫁詐，我查過會計師公會名冊，唔見師媽個名，你懂嘅。咁佢哋一定有好多嘢值得我學習啦，right？嗱，今次唔講英文啦，一陣又話我唔包容同埋取笑佢哋啲港式口音，我就同你哋講斯巴嘅母語廣東話，冇得輸啦啩。以下嘅斯巴金句全部都係喺佢嘅影片聽翻嚟，珍珠都冇咁真。請客容易就叫客難。一，請客容易叫客難，咩嘢叫客啊？可能斯巴叫慣某種家禽，所以改唔到口。嗱，聽住啦，應該係擺酒容易請酒難。二，有我認第一，都有人認第二，點啊？又第一又第二，好亂啊！阿媽，最後答案第一定第二啫？呢兩句廣東話都成日聽，咁都錯得，我真係冇補充兼反晒白眼。正確版本係我認咗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三，唔好吐我帽子，乜嘢吐都叫斯巴，唔好叫咁多家禽噶啦，成個腦都係叫啊，吐啊，咁係唔好扣我帽子啊。四，不肖佢呢個行為，不肖斯巴你就真係不肖子啦，係不屑。例句，我哋不屑同嗰啲講話不經過大腦嘅人深交。五，惺惺作響，乜嘢聲咁響啊？惺惺作態就聽過，意思係故意裝出某種姿態或表情，顯得好虛偽，唔真誠。係啊，講你哋啊。六，殺人老火，老火湯就有，係殺人放火。不過你老婆唔識煲老火湯噶，返屋企食雪藏雞同凍豆腐啦。七，網齡網霸，又 up 乜 spring 啊？係網絡欺凌、網絡霸凌都得。話咁快就數到第8個金句，鍥而不捨。契弟就聽過，係啊，聽斯巴講過啊嘛。佢喺某一條以下架嘅直播片，話大馬華人係契弟。既然佢咁中意睇我片，講到佢覺得個國家咁馨香，就要猛喺度搞我，我梗係都好坦白咁同佢講，我話俾你聽，你有幾契弟，你睇住嚟啦咁樣，係咪先咁講？Well，咁粗俗嘅嘢，我都係唔好講咁多啊。言歸正傳，正確讀音係鍥而不捨。九，舉世無為，舉世無雙就有，意思係全世界揾唔到第二個相同嘅事物，形容某啲嘢最優秀、最稀有、最獨特。呢個絕對唔係斯巴咯，唔好意思，差啲唔記得講個正確答案添，係巨細無遺嘅。點解得9個金句？長長久久，長做長有啊嘛，好似我呢個 channel 咁咯。By the way，你覺得我頭先講嗰個 YouTuber 有冇料到？留個言話我知，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啊。
下次再見。